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，互你做参考。解文说字，台湾是果子的王国，要食到什么款的果子咱食无？毋然安尼生，永早的台湾人嘛用果子伫咧比拼道理，伫咧劝人有效，你敢捌听？国情今仔日要来甲你介绍台独联盟的黄昭同主席，在生的时将伊收集的歌册献予台湾大学的图书馆。图书馆这教授才整理出来，其中一部10月花台的病惊歌，内底讲着几多款果子呢？咱同齐来甲听看觅。大声10月花台的病惊歌讲：正月花台灵应大，父母有心大受磨，卖者要吐真多歌，真艰苦无看我。2月花台倒圆圆，一粒碗莲哪奈枝，田里兔囝为囝死。生囝性命伫水前，有影啦！你甲看，咱永早吼，虽然讲医学无发达，敢若用浅想的嘛知。1月花胎囡仔1月你伫腹肚内，敢若灵婴大共款；啊2月花胎嘛，敢若亲像奶子共款尔。所以永早骗歌四句联这作者，因就来说讲：哇，拄开始伫咧病囝，卖者要吐真多歌，啊毋然。讲到2月，讲田里兔囝为囝死，生囝性命伫水前。人讲若生有过手，就加酒芳；啊，万不利若生无过手，就死地崩，敢无影？目一个呢，囡仔10月花胎已经出世啊，歌念啊未完，搁来讲3日做了做满月，油饭无够，搁再吹。戆翁爱食，毋敢说。春手来咧念鸡皮，明年啊囡仔大汉讲17、18做亲情，一半欢喜一半惊。气若有缘得人听，父母对伊就好名声。是啦，国情啊是采集10月花胎病惊歌内底的字句，毋是逐条拢讲，啊无对正月、2月一直念来到10月花胎。明年啊咱跳来甲讲3日做煞吼，过来念囡仔要做满月啊。啊，满月做不完，当然做大济啊，这都免讲的你。毋过吼，请油饭请无够，要分亲戚朋友无够，搁再找。啊，即马吼，镜头换山来讲，这个戆翁的爱食，毋敢说，就是解文说字即个说。春手来咧念鸡皮，搁来囡仔大汉，讲查某囡仔17、18就爱做亲情，一半欢喜一半惊。讲查某囡仔去到人旁人的饭碗若有缘得人听，父母嘛欢喜。当然。人生生老病死，一路一路一直行，总是有一天，父母爱离开去，查某囝爱来甲送。这中间，我哪有讲出甲果子有牵连的歌句，你敢知？过来歌句讲，有效的查某囝有情分，调工过来做三顺，听伊咧吼无休困，要显领拔报亲恩，父母生囝艰苦待。有效的人天地知，养育亲恩亲像海，真心报答才应该。三顺即讲叫做查某囝顺，啊查某囝伫咧吼，安尼吼甲无休困，要阁献领拔来报亲恩。歌啊哪念哪受煞，最后才来劝世讲，父母生囝是艰苦待，有效的人天地知。是啦，台湾因为是果子的王国。所以各种的果子来比拼人生的道理，咱真正听到嘛真趣味，嘛体会讲台湾的母语真正真有内涵，咱母语就要甲流传出去，你讲看有影无？